好，咁今日咧在家睇樓團咧就同大家咧睇一啲咧大埔樓齡比較新少少嘅屋苑。咁相信咧喺大埔住開嘅朋友咧，咁其實咧大部分咧有啲都會比較擔心大埔嘅樓齡咧開始就已經慢慢越嚟越舊啦。咁啊好多咧都已經超過咗30年。咁啊可能咧區入邊咧其實好多屋苑咧其實都已經咧係進行緊大維修啦，或者咧將會做維修。咁所以呢個問題咧，相信係好多朋友咧喺大埔置業嚟講咧，都係一個比較擔心嘅問題。而我哋今日睇嘅單位咧，就有新後面呢個南山呢個2房賣盤單位啦。咁呢個屋苑咧，相對嚟講喺大埔咧，屬於比較係新好多啦。咁啊小朋友級別嘅啫，咁啊大概咧都係10鬆啲樓齡。咁啊好多後生嘅朋友或者中意新樓齡嘅朋友咧，都可以嚟考慮一下。咁佢呢個屋苑咧就係長實嘅發展啦。咁啊一共咧有9座，分為2期。咁佢嘅單位咧由開放式啦到3房套廁啊都有。咁相信好多唔同嘅家庭咧嘅 combination 咧都可以滿足到你嘅需求。而咁我哋轉頭咧而家就落去咧睇下南山附近嘅環境啦，同埋周圍嘅配套。咁之後我哋即刻上翻嚟呢個單位度睇啊！南山咧嘅環境咧就係咁樣嘅，咁啊自成一角啦，咁啊翠山包圍，咁整體嚟講咧屋苑咧都係好新淨啦，唔會話好局促嘅，咁啊範圍好大，咁啊好多邊咧都會望得咧都幾開揚。咁啊，佢有咧屋苑嘅 shuttle bus 啦，就去翻咧太和嘅火車站，咁同埋咧門口咧就有架小巴咧就去翻大埔嘅市中心。咁啊呢個咧就係電梯大堂啦，咁佢一共咧就有4部 lift 啦，咁啊所以咧每一層咧都有2部 lift 可以直接去得到，咁啊分為左右兩邊嘅，咁基本上咧4個單位咧就會 share 2部 lift 啦，咁基本上翻工翻學咧都唔會話太過逼。咁啊上翻個單位睇啊，咁呢個單位咧實用咧就係492尺啦，咁啊2房係間隔，一入到單位啦就係一個長方形嘅日字廳間隔，咁啊主要可以分為左右兩邊啦。咁而家望到嘅呢一個咧就係可以係客廳嘅部分，可以擺3座位嘅梳化同埋一個大嘅電視，咁啊空間感咧都足夠，距離咧買個大啲嘅電視咧都絕對 OK 冇問題。咁啊業主仲有啲特色牆嘅設計，咁另外呢邊啦就係一個飯廳嘅部分啦。咁啊除咗做一啲高身櫃之外咧，咁其實咧都可以擺張4人餐台。咁啊如果譬如真係需要多間房仔咧，其實呢度有隻窗咧側窗都可以勉強嚟間多間房仔都冇問題。咁啊我哋睇埋廁所先，咁啊仲係浴缸嘅間隔啦設計。咁咧基本上同收樓時候嘅標準咧都係差唔多，咁啊但咧保養都尚算係唔錯，咁啊唔使太大執咧都可以住得，因為始終咧樓齡新，咁啊啲嘢都係用咗唔係好耐，咁啊變咗咧整體嚟講咧，就算係原裝嘅收樓標準咧，都已經係好好噶啦。咁之後咧廚房啦就分為咧就主要咧就好似 U 型咁嘅設計嘅。咁咧雪櫃就可以擺入邊啦，洗衣機咧都可以就晒位擺喺呢度。咁一邊咧就係煮食啦，咁啊做咗啲微波爐啊，下面咧其實都仲可以做下啲洗碗碟機啊或者其他。咁後面咧仲有少少位咧可以做啲咧備菜嘅地方。咁我哋可以睇埋2間房先。咁呢間咧就第1間房啦。咁啊後面咧有個露台仔，咁啊落地玻璃窗，咁咧都可以通到出去。咁咧基本上咧通去天井嘅呢個窗咧，業主咧就偷咗位咧就做衣櫃位啦。咁咧基本上雙人床咧都可以做到咧3邊落床，咁啊加個衣櫃，就擺張書台仔咧，其實都夠位擺。咁啊視乎你自己嘅擺設想點樣擺啦。咁你見咧望出去個景咧都係啲山景為主。因為始終咧窗大咧採光度就會比較高啲啦。咁房咧就係分佈喺客廳嘅2邊啦。咁啱啱嗰間房咧就會大少少。咁我哋睇埋第2間先。咁一樣啦，覺得窗都係比較大少少啦，有呢個窗台位。咁啊可以咧呢間咧就業主就冇咁多人住，主要咧就係做衣帽間同埋咧工作嘅地方。咁但其實呢間房咧都夠晒位擺床櫃。咁譬如一個咧3、4人嘅家庭咧，咁絕對空間感咧都係足夠嘅。
咁最後啦，咁呢個單位咧就有個特色嘅露台啦。咁露台咧就其實都可以攞嚟晾下衫，或者咧有時咧可以出嚟呼吸下新鮮嘅空氣。因為呢個屋苑嘅賣點咧都係比較多綠化嘅植物包圍啊。咁有時咧做嘢或者喺屋企咧悶悶地出嚟呼吸下新鮮嘅空氣，睇下啲山景咧，咁其實你都好心曠神怡。咁你見咧望出去景咧，基本上就係無阻擋㗎啦。咁啊望到遠遠嘅富蝶村啦，但係距離咧就已經係好遠好遠㗎啦。咁同隔離嘅樓咧都有相當嘅距離。咁基本上望出去就一片綠色。如果話比較中意有露台嘅朋友咧，就可以考慮翻南山啦。咁如果大家咧中意我嘅推介啦，可以 follow 翻我以下嘅 social media 啦，咁咧就唔會錯過最新嘅樓盤資訊啦。咁如果想約睇呢個單位或者知多啲詳情咧，就歡迎打電話俾我啦。多謝大家。